有分專屬女優啦，咁啊即係或者係又叫做單體女優啦，就係最身份最高嘅一群啦，佢哋就係直接同呢個片商啊簽呢個專屬契約啊，咁啊每個月咧淨係拍一套作品嘅。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譬如有個叫夢賴愛野啦，咁啊好出名嘅大波嘅卡哇伊日本女咁啊，即係做咗都八年9年咁樣啦，咁啊係，就係依款啦。咁合約期咧就係通常就3個月至到1年咁樣嘅，咁啊薪酬咧就比其他女優高。咁啊，大概每個月就會得到80至到100萬 yen， 即係港幣5萬蚊到啦，最高咁樣啦。係，即係一個月啊？係啊，但一個月拍一套片嘅啫，係啊。咁都舒服嘅，一個月拍套片都。同埋其實都有其他嘅收入㗎嘛，譬如係簽名會啊、粉絲見面會啊咁樣咯。係啊，咁嘅收入啦。但係對比咧，以前咧有個叫直樹母子啦，都係非常出名啦。佢話咧，佢出道嗰陣時咧，就係3億啊日元啊，拍12部 AV 嘅，就3億咁多，3億日元。咁我除翻開啦，當而家嘅幣值啦，除20啦。咁就大概1500萬港幣，好乸多喎！咁除翻開成125萬一部嘅，係啦。係咯，你可以呢度有天文數字喎。係啦，咁你可以對比就算而家嘅頂級啦，專屬女優啦，咁專屬女優都未算係超頂級嘅，有啲係譬如藝能人更加係高級，譬如三上悠亞，佢都係佢嗰陣時有新聞話佢出道都可以，佢嘅首次拍片都可以買一個喺東京嘅一個舊嘅住宅嘅，6本木舊住宅咁樣，即係我諗都500-600萬港幣，咁可能拍5-6部咁樣係咯，都係差唔多呢個價咯，即係100萬一部咁樣咯。即係如果直樹母子，其實佢放喺而家咧，佢一定係被淹沒嘅，因為其實坦白嚟講，佢嘅身材啊，所有嘢都唔係特別出眾嘅，真係。咁你嗰個年代又梗係 OK 啦，但係佢放喺而家都係唔得㗎，所以真係佢係好彩咯，即係佢係個時勢啱咯，先賺到咁多錢咯。